諸位同修，且慢翻捐。方才聽聞前言以手分析道字，引乾離對坎之變，剖三魂七魄之美，字字見血，句句透骨，真係令人拍爛手掌。但到呢家嘢，話到底都係恍恍惚惚。既然已經從體相用講到咁透，不如我哋再大膽啲，向虛實動靜之間聊多一聊。今日晚生唔怕醜，借前人夠柴，另起一爐火。有嗰個字底下冇人留意嘅陰湧，重新認一認呢個道字。講得唔好，當風吹竹葉。若然講中你心入面嗰忽，就係你自己聖光發作，與我無關。先講個字，諸君睇呢個道字，左邊一個，大部分人淨係當佢係水流痕跡，係載住個頭嘅車，係身體托住個腦，係冇錯，但仲爭啲嘢。呢個字古時寫法，其實係行下停下嘅樣，腳趾就快踩到懸崖邊，想行又縮一縮，又似雀仔飛過半空，影係倒屈，但痕跡未定。佢唔單止係已經行過嘅路，更加係行緊嗰步嘅踉蹌，嗰分猶豫，嗰堆仲未跌定嘅塵土。天地運轉，若果真係一條死板板嘅圓軌，點會有春天花開、秋天落葉？點會有行雷閃電？要知道條軌跡之所以成為軌跡，正正就係因為佢每一刻都喺度偏離，喺度修正，喺度兜圈。呢個字入面收埋咗乾坤最大嘅秘密，就係變。再講個手字，再睇嗰個手字，頭頂天腳踏地，係乾卦純陽，係靈光獨照。但若然呢個手只係高高掛起，好似皇帝坐殿咁款，咁就同嗰個斷成兩截。妙就妙在呢個手唔係死實實咁壓喺上面，而係手最尾嗰一劃恰恰含咗入嘅曲字入面。呢個似咩呢？似一個舵手企喺搖搖晃晃嘅船頭，腳下每道浪都同時喺度塑造佢嘅方向，又似旗手拎住粒棋諗緊嗰陣指尖嘅猶豫，其實已經係棋盤上氣脈嘅流轉。所以話呢個道字真正嘅神魂，唔喺手嘅光明，都唔喺嘅流轉，而係喺光落入波浪個心，波浪承托住光嘅影，嗰下交纏嘅瞬間，光與浪點樣相抱？晚生膽粗粗，借易經時鐘兩個字來三，天體運行，邊有過一秒係勻速噶？太陽月亮交替之間，有數唔盡嘅滿規消長，嗰個嘅曲線正正係時間河流嘅形狀，而嗰個手嘅國照就係喺時間洪流之中憑空抽出嘅一段鐘。道家講手鐘，佛家講觀照，儒家講時鐘，其實都係要人喺自己呢個小宇宙嘅同手之間揾潘嗰個動態嘅平衡點。人嘅身體氣血奔流好似江河，念頭起落好似浪花，骨頭活動好似車輪碌碌，神經轉嘢好似閃電一劃。呢啲全部都係軌跡。但嗰個知道我喺度行路，我喺度呼吸，我喺度煩惱嘅，就係手入面嗰一點靈明，倒唔係其他嘢，就係呢點靈明同呢萬千軌跡喺每一呼每一吸之間，若即若離嗰股張力。世人修道錯在乜嘢？世人求道，一係死錯求光，一係沉迷呼吸吐納，總想將個手由入面抽出來，練成一粒孤零零嘅明珠。佢哋唔知道，若然冇嘅跌宕承托，個手就變成冇根嘅樣。乾卦純陽，若然冇坤陰去載住，只會係虛空爆開，成唔到造化。反過來講，若然冇咗手嘅國照，就只係隨波逐流嘅業力，稱唔上道，只可以叫做命，盲目嘅、被動嘅、團團轉嘅命運。所以真正嘅修道，係要喺舉手投足、食飯着衫、開心嬲怒嘅每一道痕入面，認出嗰個手嘅投射，同時喺每一念清醒當中，放縱個手嘅光，去滋養嗰個嘅榮枯。呢個就係即體即用，呢個就係道不遠人。三光能量再講深一層，回帶前言所講，天性乾卦一分為三，落喺心、骨、腦，成三魂之用。晚生鬥膽再補多句，呢三光能量唔只係游入車轆咁簡單，更加似燈照住波浪。心臟嘅跳動唔係火推血行，而係血入面本身有光，光一屈血就跟住湧。骨骼嘅活動唔係死力拉扯，而係骨髓入面嘅胎光同地磁互相吸住，
好似月亮扯住潮汐，老虎嘅記憶更加唔係死物儲存，而係靈光同宇宙資訊場一齊震，隨手攞隨手挖，咁樣一來，人體三大系統就唔係各自為政，而係同一條大河，分咗三條支流，而個手嘅聖天就係影喺每朵浪花上面嗰同一輪月光，月影萬川，川川皆月，道化三雲，雲雲是道。講到尾，道係乜？講到最後呢個道字，左右手係咪已經講到好白？道就係覺醒住嘅動態，就係孭住光行路，就係喺每一腳就嚟踩落去嗰陣，已經包含住成個天嘅倒影。佢唔係死嘅規律，唔係硬嘅本源，更加唔係高高在上嘅判官。佢係你而家睇呢句嘢嗰陣，目光喺紙面上劃過嘅水紋，係你聽到入神嗰陣，鼻尖嗰一縷又好似冇嘅氣息，係你心入面忽然有一下明，但轉眼又俾下一個念頭帶走咗嗰道水痕。晚生學識淺，亂庸到呢度，已經成口慚愧，所講嘅嘢不外乎借個道字嘅形，臨自己嘅鬱結，能唔能夠掂到嗰個手同相抱嘅實相，就靠各位自己印證。以前師尊傳法，一個道字講足半日，聽嘅人覺得覺味，飲水冷暖自知。今日晚生續貂，實在唔敢講指正，只係想做塊敲門磚。若然搞到各位自家聖光晃動，反觀自己嗰個入面嘅波瀾，就係呢篇最大嘅功德。講得離題嘅地方，還望各位以心燈照我，以為劍斬之。道在虛空，亦在腳下。珍重，珍重。